方叔早。哎，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放心啦，只要他们2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您喝茶。哎。 进。顾总，这是常副总让我给您的报告。哦，放这儿吧。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那行，顾总，那我先出去，你有事叫我。去吧。喂，商震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的老婆呀？她呀，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好，我问问她。不接电话。